哦，停，好，像我呢这样子。完全看台语一认得。大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花是在地新闻的主播林友丁。顶礼拜吼，有一个足甘心的新闻，迄个新闻吼，我一看到，我感觉啊，目屎要滴落来。目屎干目因为我镜，做有感觉的，做有感觉。甲啥有关系？牛排。听讲甲牛排有关系，这个我嘛有听过吼，就是讲有一个妈妈要去买牛排，互家己的查囝食，伊去一间足高级的餐厅，伊就甲这个餐厅讲吼，我要一份全色的牛排。全色的牛排，也毋过迄个餐厅的服务生，伊就一直讲袂当全色的。因为全色的牛排伤老无好食。嘿，因为因餐厅标榜的就是高级的牛排。对。因这个餐厅嘛真有知名度，嘛真有家己的坚持甲原则。伊感觉讲吼，做出就迄歹食的牛排吼，顾客来食会拍歹因家己的招牌。是啊。所以坚持就是无爱用全色的牛排卖互人。是，毋过迄个妈妈就是坚持伊要全色的，要买因即个高档的牛排店的牛排嘛。结果迄个服务生无法度，伊就去叫因的总铺出来。嘿，总铺出来就嘛是继续甲讲，因为吼，阮的迄牛排吼是用做高级的部位，你也用全色吼，就是会做歹食。所以这讲到尾啊，这个总铺才小可生气啊，伊就讲好啦，这个妈妈。你若真正坚持吼，要全色的牛排吼，你去买一碗牛肉面就好啊。嘿啊，你若要食全色的，你就规矩食。对，你都免开这个钱来买遮尔好的牛排，你搁用甲全色，你根本就是无菜这个牛排。嘿啊，就是讲无菜气啊。对，结果这个大总婆安尼讲了，王妈妈使出她的杀手锏。伊妈妈就讲吼，最后伊就讲啊，这是上感动的所在。感动的所在，剧情来啊，要来，嘿，来。伊个妈妈就讲吼，我这个牛排是要互我着人的查某囝食。对，因为啊，咱身躯有迄个癌细胞咧举的时阵啊，袂使食青的物件。袂使食青。因为癌细胞咧举的时阵，抗体上低。青的物件食落，对身体载袂调。是。但是这妈妈佫足惜这个查囝，伊想要互这查囝食上高级、上好食的牛排。是。但是佫袂使你无熟。袂使。所以毋知才坚持讲一定爱熟的。是啊，所以伊讲了即句话，全部的人拢毋知要安怎甲伊。因为大家人拢足感动的，大家拢迄种。想讲是要安怎，到底是要安怎？是要继续坚持的，还是讲要做一个全色的牛排互伊？结果大家拢无讲话嘛，伊就点点啊行入去厨房内底。过无偌久，伊就摕一个外带的菲力牛排，摕出来互迄个妈妈。就是全色的吗？是，就是全色牛排，而且是菲力上好的哦。就妈妈就甲这罐摕转去互伊的查囝，是，罐转去互查某囝食，好好来享受。听讲这段故事吼是一个女网友谱出来的。是。为什么会知影这么详细？为什么会知影？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本人。因为谱这个故事的女网友就是这个查囝本人。是啊，其实伊谱这个文的时阵吼，伊主要是要感谢伊妈妈。因为伊讲吼，逐道听你咧讲你。安怎排除万难？排除困难的对。所有的困难，为着要互伊的查某囝食上好食的牛排，上高级的牛排，上高级的牛排的时阵吼，伊拢感觉足感动的。伊感觉讲这妈妈啦，接受我这个查囝吼，是啊，真正是。爸母疼囝长流水啦，就算讲吼去互迄个大总婆安尼甲误会，大家安尼讲到迄状况拢无法度迄落。是，讲一开始大家拢感觉伊是讲袂翻车。系啊，讲袂出声。讲袂出声啊！甲你讲七分熟就好，你干那要全熟。是啊，大家拢一直咧甲误会。遮固执，遮执袂本哦。其实伊有苦衷诶。嘿。迄个谢长年。就是这个女主角。伊就讲到一句做使人感动的话，伊甲妈妈讲吼，你是我的英雄。真正的，真罕你听到查囝后生讲妈妈是咱的英雄吼。是啊，女英雄。系，真罕你听到啦。因为有当时啊，拄到即种代志，咱拢会直觉反应讲，你即个人就是奥客。结果啊，即个奥客故事啊，一变过来，哇，变成一个足感动啦。所以这个感动人的故事，我有想到一条歌。什么歌？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有妈的孩子像块宝。你就是唱歌唱袂神，唱袂神的吼。我嘛是最爱唱歌的。好，改天之后来 K 一下。好啊。哇，这很感人啊。有一道规红迄个网友看咱做伙。哦，是。要毋过全部咱拢唱台语歌。哦。
好啦。对啊，好，对啊。好来，后一个单元。后一个单元是啥？要是要来教有关牛排相关的台语。是，也毋过吼，咱爱先讲，咱等下要讲的台语是牛排，你会当点几分熟？好。应该大家拢知吼。大家拢知，也毋过吼，为什么咱会直接翻呢？因为以前的人啊，拢是做菜的，无咧食牛，无咧食牛，无咧食牛排，无咧食牛排，所以真少有你讲较道地的台语的讲法，较正讲的啦，较正讲的讲法。是啊。所以咧牛排，咱以前就加加就食牛肉面，牛肉面容易做介熟啊。牛肉面啊。系啊。我讲一下阮兜的经验。恁兜嘿。我到大学，我开始食牛肉。我嘛是呢，系啊。所以迄个时阵呢，因为阮爸爸伊是做菜的嘛，伊拢无爱食牛。牛是咱的好朋友。阮阿公伊是做菜的，伊无食牛。但毋过阮爸爸伊毋是做菜的，伊拢会食牛。我当时喺泡面吼会牛肉面，阮爸爸大头咧食牛肉面的时阵，阮阿公就会伫遐甲测，就是甲。所以讲，你食牛就是创啥，阮爸爸伊拢会咪起来食，偷偷啊食，偷偷啊食。伊知影会互阿公呢？爸爸。对啦，以前因为是安尼啦，以前农业社会牛是咧种做的嘛，所以咱无食牛。但是后来慢慢迄牛是专门种来咧饲来咧食，所以就较无要紧啊。是啦。但是即摆也是有真侪阿公阿嬷无爱食牛啊，对牛就有感情的，系啊。是啊。好来，安尼咧讲牛排的熟度。熟度，你拢食几分熟？7分熟。你有血水，你食落的时阵，你的感觉是啥物？感觉是啥物哦？无啥物感觉，就足好食的啊！你就感觉迄有当时啊高级牛排吼，你有一点点血是像你食的迄个7分熟吼，食起来有甜甜的感觉。哦，是安尼哦。系啊。因为讲实在，我嘛足不爱食牛排。为啥物？牛咩？我对牛嘛有感情啊。哦，我嘛是，因为阮兜有牛条啊，你敢知？哦，我知，你捌讲过。牛条啊，还有牛条，你敢有看过？安尼有啥好强诶？这是叫做南边。了不起哦，恁兜有牛条了不起哦。牛条咧，你敢捌看过牛屎？了不起哦。无啦，因为细汉时阵坐牛车，牛哪行哪放屎。啊，对，有。迄个装卡的小路，拢啊只一股，遐一股，拢啊牛屎。对，迄是我细汉时阵，即摆看袂到。对，然后咱开始讲，第一个是全熟。嘿，过来。7分熟。过来。5分熟。过来。3分熟。过来。1分熟。1分熟吧。敢有人真正食1分熟，迄敢袂？迄就是规个青。迄咱食青牛啊。即摆有做高级的牛肉吼，伊是一只拢无煮，然后规片贴贴的，卡卵。哦。卡卵落去，你一只温豆油啊，无温啥落去食。啊。迄就是做青做高级的牛肉。像咧食迄沙西米安尼吼，哇沙米安尼就对。做这样爱食的哦，因为听讲做好食，但毋过我毋敢。我连沙西米啊，迄我拢唔敢食。系啊，因为青食起来对我来讲是青青的味。青无熟。感觉看你的面也无好食。袂啦，沙西米袂歹食啦。是啦，沙西米袂歹食吗？系啊。好啦，好，咱来讲牛排，过来，咱来形容牛排的口感。口感有啥物形容词？牛排有当时啊吼，你像7分熟、5分熟，迄肉无全熟的时阵吼，食起来幼绵绵。幼绵绵哦。幼绵绵。哦。足幼的，肉足幼的。哦。软料真好食。嫩，血水吼，佮甜甜。吼。真好形容哦。是啊。安尼你看吼。好。幼绵绵，哦，原来牛排会使用幼绵绵来形容哦。系啊，幼绵绵。哦，我个幼绵绵是皮肤啦。皮肤会使啊。你皮肤幼绵绵啊。谢谢。哦，好来，过来。过来，若煮了伤熟，熟过头，会变甜壳壳，硬扁扁，哦，硬扁扁，听起来有一点啊，你敢若有一点啊？有迄种情色的感觉。查某人个威风咯。哦，停，好。像我硬扁扁。好啦。这有啥物好笑？无啊，足好笑。好，无啦，好来。硬扁扁意思是讲食起来真润。润啊。薄袂落。嘿。薄袂烂。好，过来。你讲我一个就是老。嘿，煮了伤熟伤老。伤老。嘿，意思共款就伤润无好食。系啊。咱今仔日讲的吼，牛排这个物件是较简单一点嘛。咱再重复讲一道，就是讲吼，因为以前的人对牛。真有感情，所以袂食牛肉。系对，莫搁讲啊，无时间啊，你要讲较早讲
安尼扣这个圈圈你讲较早讲起，我也无错一个。嘿，好来。今仔听了这个感动的故事，伫遮感人的故事。嘿，好，不是这个，不是 touch。感人，唔是讲赶走迄个感人，是一种感动内心的故事。是啊，好啦，后一道咱佫分享一寡较温暖的故事，较感动人心的。是啊，好听落会敢咧鼻头酸，安尼心肝烧落的安尼。哦，目屎干目镜的，是，目屎四男水的，好。啊，佫有无？无啊。后尾这时间继续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伤润无好食的时阵吼，阮拢无咧食的时阵，阿妈拢会甲捡开。捡哪？食啊。阿嬷呢？哎呀，伊拢会讲可济。会叫你讲讲。